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6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8篇，以西结书11章14节到25节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12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神。伫圣神降临这了后，耶稣基督的门徒因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。进前因烦恼惊吓，就世界去迷起来。但是伫领受着圣神的充满了后，因就好那亲像活起来，亲像另外一个人安尼吼，有新的生命。因开始勇敢做见证，为着这个国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，或者这人接受耶稣基督来成做基督徒，并且开始建立着教会。因的情形就真亲像这个以西结书先知的话，第11章14节到25节，伊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耶路撒冷的子民在谈论你的兄弟、你的亲族、你的同胞，就是你所受放逐的以色列人。因讲，遐个受放逐的人离开上主真远啦。上主已经将这块土地赐予阮做产业，所以你着看，至高的上主安尼讲。我虽然将以色列放逐到远远的列国，甲因分散伫各所在，我犹原伫因大的所在做因暂时的圣所。你着去讲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对万民的中间调入恁，对恁四散去的各所在住入恁，将以色列的土地搁赐予恁。受放逐的人转来时，因一定会除去所有通亚善的偶像，甲通痛恨的拜偶像的事。我要互因合一的心，将新的神放伫因内面。我要对因的身躯除去亲像石头遐尼重的心，佮想视因亲像肉遐尼软的心。安尼，因就会遵守我的规例，顺从我的命令。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毋过心意爱通厌恶的偶像，甲意爱拜偶像的事遐的人，我要照因的行为甲因刑罚。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告：基路伯天开释。然后对因的身躯，伫因的顶面有以色列上帝的荣光。上帝的荣光对城内升悬，停伫城东边迄座山顶。伫异象的中间，上帝的神甲我行起来，带我去受放逐伫巴比伦同胞遐。然后我看见异象离开我就将上主指示我逐项事，拢讲互受放逐的同胞听。领受圣神就必定会得到新的生命，心灵就会被更新。圣神的这个神，这个灵原文是咧讲风，还是气，还是灵的意思。但是伫这个英文 KJV 的翻译中间有鬼魂 （ghost）， 这提醒咱基督徒应当着爱注意审查家己，到底咱是去互什么款的神来充满？是上帝的神，还是其他的神？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中间，嘛提到这款的问题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12节到16节，咱领受的毋是世间的神，是对上帝来的神。要互咱知上帝赐予咱的恩赐，所以阮对属灵的人解说属圣神的事，
毋是用人所教的智慧，是用圣神所教的话。属血气的人袂当领受对上帝的神来的恩赐，这个恩赐对伊来讲是愚妄的，无法度了解，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会当领悟。属圣神的人会晓得判断万事，不过伊本身的事，无人会当甲伊判断。圣经有记载，什么人知主的心意？什么人会当替伊出主意？毋过咱有基督的心意。圣神的感动必须爱被检验，必须爱真细致来审查。若无，就会亲像耶稣基督医治赶鬼迄个对象，伊却犹原安尼空虚的心灵，最后有更较济、更较厉害的鬼魂来进入，伊的性命的状况就变做更较害。诗篇48篇，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，世界甲点伫遐的万物嘛拢属伫伊。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，将地基下伫深海。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？就是手清洁、心清洁，无拜偶像，无随便就抓的人。这款人会受到上主的祝福。上帝要拯救伊，宣判伊无罪。这款的人找求上主，到雅各的上帝面头前来朝见伊。啥门啊，着拍开；永远的门啊，着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？是强佮勇的上主，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。啥门啊，着拍开；永远的门啊，着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？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是荣耀的君王。恳求上帝所赏赐圣神来充满阮，互阮有你的眼目，会当看见你所赏赐的异象，来明白你的旨意，成做你的仆人，宣告的勇士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